到底珠海嘅樓係咪成日睇到廣告講咁零首期、低月供呢？今次一次過同大家介紹珠海嘅熱門樓盤。珠海分為東西兩區，所謂嘅珠海北其實係中山，因為中山就喺珠海北面。講翻珠海東同珠海西中間夾住個中山坦洲。坦洲嘅情況留翻下一條視頻再講。先講講東區嘅珠海東香洲區，南平華發商都就係地標，最南邊有拱北口岸過澳門，情侶路就係連接香洲、吉大、拱北嘅一條主要通道。呢個傳統中心城區集結全珠海市最優質嘅教育、醫療、商業資源，生活配套非常成熟，住喺呢度非常方便。土地開發接近飽和，新樓盤供應有限。港珠澳大橋就喺呢一邊，通車之後，一到假日車流人流都非常強勁，因為地理位置同商業生活配套加持，樓價亦非常高企。而位於灣仔呢個樓盤過港珠澳只需要7分鐘車程，由灣仔碼頭過澳門只需要10分鐘，直望澳門豪江景。兩房總價200萬起，十字門商務區，鄰近灣仔碼頭，與橫琴一橋之隔，輕軌連接。橫琴樓價高企，一橋之隔嘅十字門成為打工仔嘅租住天堂，發展潛力高。發展商更推出1房2房小戶型海景住宅，面積細咗，總價低咗，首期平咗，相對更容易上車。一推出反應非常熱烈，1房總價120萬起，公幹單身至大家庭都照顧周到。高端盤除咗靚屋靚景靚裝修之外，仲主打全屋苑智能家居，帶領科技融入生活嘅潮流，總價300幾萬起就買到高智能豪宅，你又會唔會心動呢？香洲區其他在售嘅熱門樓盤，2房總價大約200幾萬至過千萬都有，會所、健身室、泳池配套一應俱全，設計、景觀、裝修標準都係奢華配置。其中正方南灣首府就採用中式園林記設計，綠景灑月灣，中海環宇天下景觀靚，位置好，都非常搶手。珠海總面積其實只係大過香港少少，所以土地都唔係無限量供應，所以位於香洲嘅公寓多數都係平層設計，例如綠景喜悅匯酒店房開放式設計，隔籬就係香港人最中意嘅山姆，一到假日就排住隊去朝聖，總價都係50幾萬起。發展商可以託管收租，唔塞車嘅話返港珠澳只需要18分鐘。預算唔多，有想近返香港都係一個唔錯嘅投資選擇。講少少珠海嘅歷史，1980年珠海經濟特區成立，因為珠三角嘅地理優勢，經國家喺資金、政策規劃上大力支持，由一個常住人口不足37萬人嘅小漁港，改革開放發展到常住人口249萬，2024年生產總值突破4000億嘅境況，真係不容忽視。講完東就講下西啦，因為東區飽和同擁擠，所以就要發展西區。西區其實都發展咗一定嘅年期，珠海政府起咗4條大橋連接東西區。最快只需要15分鐘就到香洲區，金灣過港珠澳只需要25分鐘。珠海機場就喺西區呢邊。上年香港政府投資咗43億喺呢個機場度，第15屆航空展都係喺呢度舉行，為中國帶嚟咗2800億嘅簽約金額。金灣呢邊亦有屬於金灣嘅華發商都，其實華發商都淨係珠海都已經有4個，所以千祈唔好俾廣告誤導，以為近華發商都就近港珠澳。金灣隨着航空、生物醫藥、新能源等產業嘅發展，吸引大量嘅就業人口，為樓盤需求提供咗有力支撐。金灣2個特色樓盤。天茂領航灣主打生活配套便利，對面就係金灣華發商都，隔籬係蕪林金灣大酒店，對面有兒童遊樂場同飄雪樂園，樓下就係小學幼稚園、藝術中心、國際級商務中心就喺附近，衣食住行一應俱全，非常適合全家宜居。另一個就係華發保利天和，主打136萬平嘅高爾夫球場，環境閒靜舒適，別墅已經全數售罄，高層洋房飽覽高爾夫球場景，卸妝標配，中意打高爾夫嘅你一定唔可以錯過，退休度假都冇得輸啊！總價都係190幾萬起就可以擁有。跟住就講下斗門區，斗門有珠海後花園之稱，好多香港人都會喺斗門區置業，因為斗門環境舒適，有黃楊河、濕地公園嘅自然景觀，返到嚟可以好好咁放鬆下。而且斗門嘅樓價係全珠海最低，上車置業嘅首選區域。2024年12月，珠海最大嘅萬達廣場隆重開業，帶動咗斗門嘅人流，同時帶旺咗斗門嘅房地產，連萬達都喺斗門落腳。你對斗門嘅將來又點睇呢？斗門高鐵站預計喺2027年落成。到時就更加方便啦。湖心路就係斗門嘅入口，距離港珠澳口岸大約30分鐘車程。當中恒裕江山會係由香港設計師設計，深受港人喜愛。屋苑夜晚園景宜人，返嚟度假退休真係超享受。璞悅花園嘅橫廳設計，5洲家園奢華裝修，特色玄關，連電視裝飾牆都送埋俾你。3房總價都係100萬起。由於湖心路附近嘅規劃土地已經賣晒，所以真係賣一間少一間。心動不如行動啦！世榮係珠海4大發展商之一，喺斗門萬達廣場附近都有幾個樓盤。而嘉禾城樓下就係嘉禾城廣場，非常方便。講到性價比最高就非星河莫屬啦，總價80萬就可以入手89平3房單位，仲望住天然百鷺湖。內地同港人業主比例7:3，樓盤已開通業主樓巴來往港珠澳口岸，首期5萬，30年月供3000，真係超易上車啊！一次過介紹完珠海東西兩區嘅樓盤，做翻個少少嘅總結。香洲區高端盤多，價格高，配套成熟，適合投資，享受高品質生活嘅你。十字門區適合來往港珠澳公幹人士，單身貴族。關口樓嚟講，而家嘅總價算性價比高，想買要快手。小戶型推出反應熱烈，中意近關口嘅真係要把握機遇。金灣樓盤總價只係香港嘅1/4，咁大個高爾夫球景直情係香港揾唔到。
退休度假，生活水平比香港低，近3甲醫院、香港保險都可以用到。斗門上車門檻低，總價平，本身有自己嘅工業，唔係新發展城市，所以有一定嘅放租市場。隨着政府取消珠海限購，好多國內人到珠海落戶，轉手相對唔難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講完珠海，下一次講中山，記得讚好同分享，多謝你嘅參與，期待同你見面。